观众朋友，今日个好模欢迎收看福喜来系阿明哥刘浩明。相信睇我哋嘅简报提示一下，睇个人其实睇碌卡地方，如果炖几多药嘅同时，我哋咪有几多嘅我哋讲医药嘅常备品啊，我比如我睇碌卡地方。但係今日节目呢，我哋有請到嘅，如果睇我哋依然開業，但是而喺我哋屏東嘅劉秀全藥師來到嚟現場，而家同我哋分享講，一般來講，我哋常常食啲感冒藥啦、胃腸藥啦，都係有乜嘅禁止，同時一道藥品按用嚟去補償，我哋馬上。歡迎今日來賓，我哋劉秀全藥師來現場。秀全藥師你好。主持人你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劉秀全。今日呢，我係宜蘭勞動開業嘅職業藥師。今日我發現我哋秀全藥師來到嚟現場，因為其實我哋第講，今家我哋呢陸客人嚟講嘅話，因為我哋健保。算是服務幾好啦，可是其實我哋常常會拿到幾多藥嘅，同時呢，更加有幾多乜嘅保健食品啊，其實嗰種每啲人嘅碌下地方，我相信都燉係幾多藥噶啦，我真係冇講燉藥嘅一件事情。但是今日節目地方，我哋係咪開始一啲一啲對，譬如講對於我哋嘅感冒啦、腸胃啦、皮膚因為無強嘅部門地方，我哋一啲咧同我哋嘅觀眾朋友講。藥品嘅一啲禁止嘛，我都講補水嘅方式嘛，因為最常嚟講嘅話，我哋常常說是感冒藥嘅，咁感冒藥嘅都係因為一啲機制係慢嘅咯。像我哋對開始講感冒嗰度都有退燒嘅藥嘅。退燒係。退燒藥嘅話，我哋有分乙酰胺酚類，嗰種嘅都止痛燒藥，止痛同退燒。加另外一種咯，都係有止痛退燒，嗰還有。抗發炎的嗰種嘅那一類，壓力用這些注意的事項，如講，像我哋那個第一個止痛退燒的部分，伊如係最強講酒的問題，無論有啲人呢肝功能唔好嘅人，對後都冇食安尼，冇提供下食。第二種呢，如係我哋止痛退燒同加嗰種抗發炎的藥嘅，嗰種藥嘅呢，大部分我哋都係像牙止痛啊。無論例如有發炎嘅地方，講關節炎，嗰度都可以用。咁而要注意，如講有啲人對嗰種藥係會過敏。咁我哋一般嘅人呢，如果好心，我講好朋友跟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。我說要注意，如講有藥嘅過敏一件事情。咁一般嚟講，像安尼用係止痛嘅。應該講，用嘅感冒藥係醫生，我同人哋解釋係講，我哋止痛同醫生講，我哋會有過敏。假如佢重要嘅一條路講嘅咧，而且即個係有乜嘅過敏嘅時間，尤其是藥物過敏嘅，一定要同醫生講。嗰陣你明白，醫生唔可能每啲藥嘅都點定乜嘅過敏。嗰陣係有時上網試看嘅時間感覺。有啲人唔係真係有發現，唔係有藥嘅過敏嘅時候，一定要記得寫人家健保卡當個，也攞我哋最主會提醒嘅一點。因為如果講醫生有時佢無限嘅時候，唔見得會點即係會過敏係乜嘅東西。我都講嗰種有啲人有個特殊嘅過敏嘅一種體質嘅時間，你最好把它寫健保卡上面，你至少看嘅時間啦嗬。我都講有時間佢緊張，護士至少有看到，我都講醫生有看到嘅話，亦都提講睇藥嘅時間，而愛用嘅無強嘅藥嘅點樣。但是一般來講啊，等感冒係咧係一定會有鼻塞、流鼻水啊，或者我鼻塞塞啦，我流鼻水，咁一部分。有乜嘅擦片咯？食我哋食鼻塞食流鼻水，也會擦片點解啊？像剛才講到鼻塞嘅部分呢，鼻塞嘅部分嘅藥理作用，如講對我哋那個末梢血管有收縮嘅作用。我說呢，安尼時間如果鼻講我個痛，我個痛係。但係要注意嘅事項，如講，伊大部分有啲我可能係嗰種麻黃鹼。嗰時有啲人食到嘅話，可能呢會有最早，無論呢。心悸也會問題，加另外一種，如講流鼻水嘅部分，大部分都一種抗組織胺。抗組織胺嘅話，如果幫人哋鼻水止點來，伊要注意，如講有啲人食嘅呢會最早，無都會影響我睡眠。加喺嗰種係有攝護腺肥大嘅，那麼你都要注意哦，有可能會
使到迄有鸟屙出来时节，夹到一听我推牙医生无路同药师讲，嘿。哦，有按严重哦，因为医师常常会，佢当然会啊比赛啊，唔单止係過敏的比賽啦，冇感冒比賽哦，甚至如果能講流鼻水哦，佢是有啲嘢下吹到冷風，如果流鼻水，你夾個硬下咧침藥嚟食，哦，嗰時冇想到其實還是有幾多要注意嘅部分吼，因為其實呢方面同佢講嘅最早。嗰種講，等於你講，我哋食藥類嘅藥嘅係咪要多食水啊？食藥嘅一定要多食水，要補充藥嘛吼。而且要是水哦，沒說買個咖啡啊、飲料啊那部分，因為食水有幫助，我哋那個藥嘅有啲會可以把伊個順吼。講咧，嗰種係有真係又有發燒嘅部分咧，可以減壓。哦，每啲藥嘅可能都有也有正面嘅功效，但是伊要注意嘅事情，如果重要。咁醋咯，其實而家佢當然講，醫生佢最近吃醋啦嚇。咁一方面對醋嘅藥嘅有乜嘅分類咯？醋嘅藥嘅咯分類嘅話，都有分紫醋嚇，還有花糖。花糖。通常如兩個都會合併嘛嚇。咁紫醋藥底部又有分咯嚇，麻醉性嘅同非麻醉性。哦，好。啊，麻醉性嘅話，都一般我哋底部可能我哋非常講到嘅嗰種無藥水啊，伊迄已經幾強嘅嗰種紫醋嘅藥嘅，加有啲人都把伊做茶色嘅感覺，其實叫你切末一樣。因為是烘嚟甜甜嘛，係佢聲音嚟會好食啊。但是伊最強都是它會關係啊，都變成成癮嚇。啊，非麻醉性嘅個紫醋藥呢，伊大部分都會幫我哋那個醋給解解，但是伊要注意嘅部分都講。有啲人是就會頭腦昏昏，個會開開，嗰時候我哋臨床的發現都講，嗰種人都研學會講人講，哦，我哋食個感冒藥地方用，我有安尼，食個會用嘅，我上水冇有嚟昏昏，係耐力，我哋如果我哋專業面啊同民眾講嘅一件事情係。因為吼唔妥講嘅啲重點都講，食個頭腦會昏昏。因為頭都嘛有講落去，譬如說我哋嘅抗組織胺，食得會上水毛，好，最早以外會上水毛。那頭都有話講落我哋嘅非麻醉性嘅，伊嘛食得會上水毛。可是等於你講，係唔係講其實嗰種有時要食到有兩種藥嘅時間，你都冇時差嘅。錯啦。你也最近有幾多事情嘛吼？等於你講即個愛食藥嘅藥嘅，有時感冒藥，幾多地方有人嘅成分啊，吼，你係咪都注意到講？其實都冇時差嘅，係錯個，唔講我講錯，我哋現場嗬，喺嗰種你發藥嘅時節，我同民眾講，食藥類嘅藥嘅嗬，我講你要開查呀，無論做乜嘅佢從業嘅工作嘅機械人員，我真係都要注意哦，係，因為安尼真係鬼唔一樣。係，然後幾多頭都人講麻醉性嘅嗰種止咳啊，嗬，因為我哋從來我講到講啊，個醫生喏，可以講嘅喏，個適合以後。冇人可以再開模，醫生就是講，適合以後都冇再開模，如果一般都食得量就過一些喎，吼。咁一種東西，係因為講，也要安全劑量都按時，還是講啊，其實我話可以食到一些，效果過好咯。其實吼，如果真是醫生開嘅，為什麼也給劑量按時？因為伊吃太多嘅話，伊會衝唔出來。哦，伊會衝出來啊！會變啊講。縮啊縮尿嘅分泌，對，結縮，反而會反效果。哦，係哦，因為上講係咪講規模都講線上規吝嗇，嗰時候那佢安尼寫講老米不是安尼寫呢？係，因為伊也會個作用，一時時都有幾強嘅作用。嗰時候幾多人都講，伊幾有效，可是其實錯個吼，唔係講有效如何，錯其實係我哋身體最保護自己的一個。正常嘅嗰種防禦機制，嗰時候其實係按年時間，而解解的話，都講其實馬上講，而是多補充水分，都是水分。咁化痰有部分咯，化痰嘅機制有乜咯？化痰嘛吼，其實都會用嘅呀，伊都會用我哋那個食得地位時間，幫我們我哋那個痰變那個痰。可是嗰種人那個唔係食得都冇係啦，沒有食得個痰。嗰時候我哋咧痰，嗰痰嘅時間可以對我哋那個支氣管嗰個錯，無論對我哋肺，把幾條痰個痰，但是買一定要加強嘅，都講慢慢咧補充嘅水啊，
嘛迄几种药，加强伊也要迄种化痰的作用。你看哦，养落下来，可是其实唔好讲化痰啦，其实也是吸痰啦。好，你帮人本来安尼规硬规出唔出来一痰，好慢慢提，然后变稀。可是当然一定要多吃水啊。好，那不要你真正能可以抽得出来。可是像化痰药有乜嘅要注意嘅冇？化痰药要注意的部分，如讲，我哋迄个吃的时间，如莫以食配的种有甜的东西啦，吼，无如嗰种有会黏黏的嗰种牛奶类的。我哋讲会生痰的东西。安尼如因为叫奇怪，我饮食化痰药要饮补嗰种东西，如请，如要注意一些。可是看到人家，我都发现到讲，我哋常常看到嗰種乜嘅感冒藥水啦，或者那流鼻水嘅啦，或者化痰藥，其實呢些的藥嘅以前吼，你真是還有幾多事情一定要注意哦。休息下，我哋下段節目我哋咪嗰度過精彩內容哦。翻過來福起來嘅，所以就冇來自我哋頻道，但是今日睇勞動概念，俾劉秀全藥師來到現場，同我分享講，其實感冒藥之間，我有乜嘅愛注意嘅事情。我仲想問一下，因為頭先我哋已經講到感冒藥嘅嘛，嗬，咁接下來呢，我哋講乜嘅啊？接下來如果講胃腸嘅部分，大部分都有乜嘅綜合胃酸嘅制酸劑，啊，亞類嘅藥嘅呢，我哋注意講。有的人呢食得太多，一種藥嘅地位可能都含有氯，無如鎂，嗰種你係食到講氯過多嘅，可能都會便秘。假使到嘅鎂過多嘅，可能都會引嘔屎。咁另外一種都係抑制胃酸。抑制胃酸的話，一路變啦胃酸，而提抑制掉。可是嗰種人哦，因為你講，安尼藥嘅幾好用啊，咪話食得人都冇胃痛嘅。但是呢，你要是過量的話，如果變人以後嘅胃腸消化不了。其實有部分都感覺到，我哋唔點用一些，因為感覺我頭先我講嘅人從頭我有藥胃酸啊，吼胃酸過多嘅時間，加嗰種講綜合性的，我哋有講講，我食得我屙唔出屎了，我都食得會落曬。好，咁嗰種另外一種食得有，其實我有另外的副作用，咁挨得我用一些適合挨得咯。我哋嗰時候一種藥嘅都講，愛醫生咧開過，無論我哋愛請問藥師，哪種藥嘅個適合。像我哋臨床上來講嘅話，大部分人客來問嘅時間，我哋都係講最近對人食物來講，有食到過唔消化嘅冇，還是呢唔食東西係咪太夾？我係每度講你這個最近呢壓力一直都係影響。而家來講，我哋台灣啦，佢藥嘅部分呢，有分3種。第一種呢，如果處方藥，種處方藥嘅部分，如講一種藥嘅一定要有醫生來開，唔係自己可以買，一定要有醫生嘅處方。個藥嘅幾多種處方藥？種大部分我哋講嘅叫做三高嘅藥嘅，還有抗生素，一度，還有當然就是管制藥，一度一定要有醫生嘅處方，如果處方藥部分，第二種呢，如講指示藥，指示藥嘅部分呢，如講可以分藥師還有醫生指示用嘅藥嘅，如一般我哋睇，我哋看得到嘅嗰種，點嘅地方買得到嘅。第三藥如係講成藥，成藥如講我哋這個民眾可以自己去買嘅。咁一種藥嘅大部分如講像乜嘅萬金油啦、泡泡油嗰種嘅，亂嘅。嗰種處方藥如果一定要有處方，就等於醫生可以買。但是指示藥嘅話，就等於講有醫生嘅指示，冇如藥師嘅指示，能買到。一般成藥嘅話，就真係我哋講開價就買到安尼東西。但是等於如果像你這個身為的藥師，嗰種基本同講有胃酸過多問題，其實你都先問呢啲我飲食習慣，飲食嘅習慣係咪造成我有胃酸過多問題，同時嘛我問到講。同時係咪有壓力的問題？
如果讲我哋先排除嗰度事情以外，那去决定讲，你係用嘅無窮用嘅一啲算是制算機也好，無論綜合機也好，係咁嘅意思。但是有時時我哋從嗰個經驗嘅唔單止講係我哋呢有胃酸啊，有時真係會突然會肚子痛，加安樣咯。像肚子痛嘅成因啊，吼，冇幾多種，大部分都講，伊底部我哋那個腸嘅胃腸。睇嘅係要促進，嗰時候呢，如有安尼，同埋個抗痙攣的嗰種藥嘅，哦，還有另外一個如講，底部的都是可能產氣，哦，都市產氣的話，我哋可能如果是一啲排氣的東西，排氣的藥物，咁就講嚟講嘅嗰種體重嘅嘅，吼，抗痙攣的，係酒精的藥嘅呢，比如。作用係咧胃方嘅平滑肌嘛，我說你咧是按你藥嘅時間，伊要注意如果講，你食的可能有啲人要再找，也都要注意嘅，哦，咁按你聽嘢如講，喺胃脹氣的部分，伊下嘅作用如講有兩種，嘛有分兩種嘅藥嘅藥吼。第一種呢，都係排除脹氣嘅部分，如講伊會收我哋底部肚子，我哋胃嘅部分呢嗰種氣體吸收的，然後第二種都促進人嘅蠕動，好，幫我哋嘅氣排出去。嗰時還是咁樣，門鑰匙，同鑰匙去參詳講，這個適合用嘅，唔係講人家手機如什麼嘅東西。但是而比講吼，人家手機係件事情，其實便秘係件事情。最多人講，話點講幾好嗱，學識得都馬上我同片咧，也係錯嘅嚇。當然係最好都請過專業嘅醫生，我都藥師啦，因為有啲人吼，幾好人家幾好嘅東西都，係啊，大家一起分享嘛，冇錯，係。可是有啲人可能適合不一定適合人家朋友，哦，嗰時候呢，伊有些吃的時間，可能你是適合，或是有人你吃的會用啊。我是因偶下巴哦，那個就規模一樣。因為其實我哋講屙唔出屎嘅件事情，我哋講便秘嘅件事，其實健康嘅人強人越來越多嘅。好，唔單止講屙唔出屎啦，冇錯，另外一個問題就講因偶下巴嘅件事情，某腸燥症啊，某東西，咁兩部分按樣去處理咯。兩部分的處理講，第一如講，還是至少要檢查，吼。檢查咱可以用藥，冇講只是即個去亂買藥嘅時，有啲人講買個放個消化酶、酵素酶啊，佢其實嘛係決定影響，其實你啲酵素酶啲都係不用買嘅嘛。嗰啲人講佢酵素啊，其實沒有，啲不係嗰度，人哋用嘅中藥嘅太旺，嗰時候都本我是不鬼順，但是人嘅東西，如果其實以這個嘅成分已經唔單純係嗰種酵素嘅伊嘅成分，可能其實真係不用這個有效果係其他嘅以這個冇去宣傳嘅伊嘅成分。咁便秘嘅部分有乜個要注意嘅冇去藥嘅啊？像便秘嘅部分，可能你有濕的，還有澀的，先講濕的部分呢，都嘛有分兩種啊，一種如講。醫師的一粒差唔多2粒，如果有效果，是的會，因為我嘔下巴，而且又會肚子痛，好，嗰種藥嘅大部分係對我哋講年輕嘅年紀嘅人士，可能會講嚴重，咁喺老人家都幾好，因為老人家啊吼，可能都退化，嗰所以一定開嗰種本人是。落下巴嘅嗰種便秘嘅效果都跟人家幾強，可是其實嘛個規模一樣，因為其實將我哋食人哋藥嘅時間，我注意到哦，即個係腸嘅，叫做胃腸，係咪會退化？加另外一種都講外用嘅，外用我哋最常見嘅都家庭會用嘅都講丸腸，人參丸腸係，有種嘅東西，嗰種人唔抵消亂用，那地個愛買。也如果注意講，用藥嘅藥嘅呢，我哋其實如講食入去嘅時間，其實要睇藥嘅嘅是否憋至少3分鐘。唔係講表現喺裡面經過一睇裡面作用3分鐘。唔係講表入去都夾個去一天要經3分鐘，安尼效果會最，能有效果嘛？加另外一種如講便秘嘅酸劑，一種東西呢，都係講我哋。它常大部分都有種蠟狀的呀，
甲俺哋设的时节的方法嘛系哦，要注意。如果几多年都免得讲生意如何呀，唔咩，其实要设差不多俺哋如一个数字二批，吼，安尼一节的数字二批都廿4个地方，嗰咯要面炖的，我面炖的呀，侧躺，好，嗰咯睇个地方差不多面差不多15到20分钟，咱可以放起来。唔免讲设的都应走，希望第一个肉嘅会流出来。好，人来讲，我比如遗体一个也味觉地方可以有15到20分钟，比作用的一个时间啦。好，因为有时人就讲食入去，当个师傅会排出来啊，嗰时可能目前作用都冇出来啊。好，嗰时喺一使用上面要有注意到一件事情。但是其实有一点问题嚟讲，像有啲人我讲，伊用晚长啊，以前一粒有效果，后来用到2粒，其实用咯，其实因为讲，也要是公安啊哈，还是讲其实伊对嘢当中是有依赖。2个都有，可能伊嘅第一个方法，如讲伊用唔错方法，也嘛一种吼，普通人讲的嘛吼。伊没有憋或什么，因为嘛迄强样，一种问题可能大部分佢常见，民众都来问讲，迄无效，什么嘅，因为也使用方法唔错，第二种如讲可能伊也要去创诶，要注意到迄面有痔疮，还有其他问题，一天要记得，我哋专业人士一天要提倡伊讲，加个医看医生，好，唔免讲一买应用，其实。台湾人佢一種問題係要注意啦，係。唔係講好用咯，一直用。係，而且其實你這個係用到一段時間，唔感覺到冇好嘅時間，請你趕快去看醫生檢查。可能嘅時間也要床嘅部分都已經有乜嘅改變嘅啦，嚇，唔係很樣嘅改變啦。等於講以前有好嘅部分。如更加冇效嘅，如一天要去檢查。咁以平來講嘅話，嘅酸劑也保存方式係樣咯。大部分來講吼，我哋呢個保存方式，如講，如果係唔係過熟嘅話，如冰都是唔怕。如果講將過夜嘅時間，唔可能拿出來都水水。係，你用係的，係啊。我說安尼時間呢，你冰冷藏。哦，冰個冷藏，千萬冷凍嘅。不要哦，係，千萬不要，因為冷凍會改變我哋肉嘅劑型還有也肉效。嗰件啊講到了插話一下，如講，像我哋嗰多年佢好白嘅沐浴水啊，嘛喺變啊變上哦，嗰最突然間嘅事情，也嘛要注意哦。哦，嗰時突然講，有啲個東西唔可以冰冰上，但是有啲個東西要最好冰冰上，因為其實我哋台灣天然嘛，嗰時可能會用啊。嗰時看到人家，我都發現到講，我哋常常看到，比如講我哋都市痛啦，甚至屙唔出屎啦，有個地方其實有幾多東西都要注意。下一段節目，我哋劉秀祥藥師啊同我哋講，我哋皮膚片嘅藥嘅應用注意，同時我哋一般嘅三個應用去注意。休息下喎，下一段節目我哋咪嗰度個精彩內容哦。翻過來，復起來嘅，上節目來自我哋宜蘭開業，俾我哋劉秀祥藥師同人講，喺腸胃藥地方要注意乜嘅事情。咁頭先我哋已經有講到，譬如講我哋啲感冒藥啦、嗬腸胃藥啦，咁接下來我哋要講乜嘅呀？接下來我哋講嘅係講皮膚藥嘅部分。因為皮膚藥嘅有部分對我哋台灣嚟講真係幾重要，因為我哋幾濕啊，後來好幾度嘅悶嘅啦，幾度咁。我哋對我哋最簡單的塊是蚊蟲叮咬，一部分有乜要注意咯？一部分要注意，如講一種藥嘅呢，係抗組織胺最多嘛，因為嗰藥，我有啲魚旁，抗組織胺嘅藥嘅，如講，它可以止癢，無如遇到人乜嘅蕁麻疹，安尼嘅，抗組織胺都最好用。可是安尼藥嘅呢，底部有可能一定會加類固醇，幾多人行到類固醇都降啊，佢降講嘛，可是類固醇其實幾好用，但是唔是以降伊，因為伊種藥嘅呢，有消炎嘅作用。嗰種能用嘅時間呢，嗰種查嘅時間，又發現講，我嘅皮膚好誒，假如啲，都可以停止用藥。冇，嗰種人呢，如果因依賴，其實安尼發查鐵度，
其实反而造成人家皮肤会变得过敏哦。可是等于说，用的时间，第一，你唔好讲讲伊迄有类固醇，讲你唔敢用。但是其实等于你讲，你这个给旁烧迄个，唔好再用的，你唔好再用的，安尼你可以的。好，但是冇讲冇烧嗰种拿来做抵抗避蚊剂用吼，其实佢用冇唔好。咁因为其实吼，你台湾过10年嘛吼，咁有湿疹的时候，一部分其实佢当然有啊，咁安样要注意咯。湿疹的部分，如果讲哦，我哋喺擦药的时间嘛要强用。也嗰種服從性啊，有啲嘢你咪講就唔可以用嘅，你冇搽，其實你會冇，記得做我哋每日差唔多搽100、200嘅時間，你搽下去，搽下都講，講我哋喺嗰種有含類固醇嘅藥嘅話，你要記得唔好搽下貼盤。我哋大部分都會教育民眾講，搽泡泡嘅都好，唔好搽咁多。嗰類嘢藥嘅要搽好嘅，安尼你點藥嘅都可以嘅。咁一般嚟講嘅話，譬如講啊，等濕疹嚟講嘅話，已經會有啲縫板嘛，好咯。嗰個人家意思就講，你話你搽泡泡嘅一層，咁愛洗身前搽還是洗身後搽？洗身後搽是最好嘅。因為搽藥膏哦，我哋嘛會提倡一般嘅民眾都講，我哋可能會出汗。好，嗰時可能有啲老闆有乜嘅惡做嘅東西，其實洗過身搽，冇你只是冇法度話你出過汗。搽安尼都最安全嘛，最強啦。係啦，因為有時間我有濕疹，你真係都移民嘅從頭我洗一條嘅呀。嗰種講，我把汗出係一件事情來搽，其實佢重要，因為我有濕疹，你真係有時候你洗，我哋做個衫褲啦，如果你唔拉埋通風啊，真係皮膚洗一條嘅，你會長期來你會有濕疹。但係其實我們講，其實更加有幾多人其實會有香港腳。因為我哋做起是給香港小其實都感覺到嗰種幾難吃，但是更加幾多嘅藥嘅一方面係用濕的，一方面搽的咧，兩位有乜嘅差別咯？像濕的吼，我大部分都講以搽清潔嘅，差唔多。差唔多。嗰時候我講用濕的，可是濕的都要注意嘅。大部分咧，我哋喺本醫生看的話，喺醫生都聽我講，你要肝功能，我要檢測，吼。你那真是肝功能模擬，唔建議是用濕的，還是用茶的？加茶的藥嘅呢，一般那個都會，總係會反反复复都會，然後係種服藥性的叫什麼服藥性的問題。有啲人你問講啊，就係茶唔可以用啊，都唔係茶。其實安尼嘛係會反反复复。所以大部分人哋要注意，如講像霉菌嘅藥嘅，人哋喺茶嘅時間，茶都唔感覺到唔可以用嘅時間。我記得如講再搽1禮拜，本人可以講點藥嘅點希望唔知個係自行停藥，無論唔知個唔掂嘅話，都買去看醫生，無論冇藥師，也正常安尼可以點藥嘅冇。係因為你頭講到講唔可以用嘅時間再塗1禮拜，因為原因係乜嘢？霉菌啊，霉菌底部我都記得，霉菌不是一天造成的，嗰也個菌絲喏。大部分都長在我哋皮膚底下，其實唔像一般嘅皮膚病，伊如有霉菌嘅感染嘛。霉菌是很頑固的，嗰時候都要注意。嗰時候等於你講，譬如講你而家從來會看到嗰種，譬如講香港嘅我藥嘅地方，如果講治療7天7夜，嗰時候7夜其實可以連續7夜係咪？我連續7夜，唔可以講嚟上到都查7擺安尼。唔係安尼會容易造成牙嘅霉菌都反反复复啊。嗰時其實我對皮膚嘅啲用藥地方其實我係幾多幾重要嘅嗬，因為其實我哋看下啲節目嘅我哋觀眾朋友地方嗬，其實要健康嚟講嘅話，有到冇到年紀嘛有三高嘅問題嗬，三高嘅部分一般嚟講我哋要注意乜嘅呀？三高嘅部分咧，我哋要注意最強嘅如果講。第一個記唔得食藥嘅，記唔得食藥嘅，係記唔得食藥嘅時候用嘅呀。我哋會問講嗰種係連這個食藥嘅時間啊，係要超過1半嘅吧？嗰種唔是食的，超過1半，嗰種係1日食1半嘅吧？你12點鐘，你對講暗晡8點以前根本唔前食的話，你冇食的，係，你根本唔前食，
睇按不要8点以前的话，都可以补食。有可以补食。假如你超过8点钟，你夜12点钟以後，你唔食食的，你等聽個熱。你等聽個熱人食的。你正確嘅時間再來食都好嘅。哦。比如講，我今日早上8點要睡覺嘅，但是我過晚暗不要8點，12點鐘了嘛吼。比如講我想好，9點我食，結果我食的，等於講我天日早上8點又再食的話，等於講熱量都貼重嘅，係咪？係，安尼會變咗講更危險。變咗人時間又變咗唔錯嘅呀。係。嗰時等於講嗰種已經超過一般，你等於超過12點鐘嘅，你冇再食的，你等天一白早晨能食的。哦，安尼，原來係安尼意思吼。好，咁同還有啲咯，食唔錯嘅量。食唔錯嘅量哦，有2種，係食唔錯量，係食少。食少哦，我記得就唔可以補嘅哦，安尼愈好嘅。哦，食少冇補。係。哦，做乜冇補咯？啊，我冇食到啊。嗰種要假設的話，佢強，有啲像吃阿伯藥嘅，最強安尼。你冇再補嘅，你等於愈好嘅。嗰種係你講出安尼咧，吃有乜嘅變化冇？哦。嗰時多當然都吃唔得啦，係吃唔得。嗰時都貼多嘅話，我記得我喺觀察人身體有變化冇，無論人吃有變化冇。喺安尼時節，嗰種有變化，我夾家去尋醫生。哦。其實按你看方來吼，等於你講，我哋前日講也今日冇食到，嘛唔好講食到鐵過量。哦，因為頭先講咯，講嗰種已經超過一般的，你冇再食的。冇你講，即個食到唔拉快，嘛冇再去馬上補，因為真係你過講講，天日的量鐵到。然後因為藥個食下去，其實那再是數過來，其實已經唔容易啦。吼，嗰時其實有部分的一啲顏色，太用糖方來係安尼意思。係，嗰種講食得冇舒服咯。食唔舒服，佢當然已經我記得，你先看人家症狀，嗰種唔舒服，加加去尋醫生咯。講我食得藥嘅最常見嘅吼，唔舒服嘅問題，佢度都滿目嘅啊。食到高血壓嘅藥嘅，高血壓嘅藥嘅幾多年，一開始食都講，我用食得會引錯。哦，因為其中有啲會高血壓嘅藥嘅，伊食得會錯。可是人唔知呢，醫生有時可能嘛記唔得會提點講，可是一來問，你係只是無限嘅法，只是人家社區藥局嘅藥師都冇問哦，一聽伊問伊講，我總個食得乜嘅藥嘅，用會食得錯。哦，還有藥會高血壓嘅一類嘅藥嘅，我以為佢用錯嘅問題。哦，嗰幾種像高血脂嘅藥嘅咩？嗰種人會講，我唔係食到乜嘅藥嘅，伊就冇唔知講，我用食得用嘅身體會酸軟。又話係佢高血脂幾多安尼，有種問題會出現。嗰時等於講唔食得藥嘅地方，嗰種即係感覺到唔舒服嘅時間，唔可能體內如愛生理反應講，看看係咪生理滿先啥，冇咗生理滿藥事。因為佢有可能係由藥嘅帶來嘅一啲效果，唔係即個問題。聽佢都講，因為其實我頭都以前有談過有啲人講，譬如講高血壓嘅藥嘅，好，其實有啲人尤其一開始有高血壓嘅人開始食啲高血壓藥嘅時間。如果佢唔舒服，有啲人會軟到冇辦法，還是有啲人講冇軟咯，你換藥嘅，嗰個到底係去軟還是去換藥嘅咯？當然係換藥嘅呀，因為吼，出門下高血壓嘅人，其實要試過幾多擺。試過幾多擺？要試到幾多種，尤其係買高血壓嘅藥嘅輕度種。咁唔知係咪講，即個食 A。偏人都適合 A，幾多俺拄到嘅偏人嘛，幾多安尼，伊可能是 A 有效 ，B 無效，嗰時出門下有人會講，我食如果唔舒服㗎，嗰時我冇食咧，我來一天會提醒他講，你一天要歸去看醫生，揾醫生再同換藥嘅，不過一定唔適合嘅藥嘅，因為高血壓可大可小嘛，嗰最重要如果明日食嘅藥對藥嘅嘛，還是要一天。準時的量下。嗰時等於你講，尤其喺高血壓部分，即個冇快些啦。冇快些，同醫生講話食得唔舒服，有啲人講，剛剛尿下，乜個醫生講嘅，同時乜嘢食得嘛幾好哦。其實，我同醫生講有時可能，萬一啲另外嘅藥嘅對你來講，可能其實係幾好嘅。咁頭咪又講到講，譬如講，咪兼你良藥嘅啦，冇得講人哋，冇得講食茶藥嘅時間加藥咯。像基唔的良藥嘅藥，真是
是不是会发生的啦吼？嗰种因为无害，无都记唔得药的嘿。冇错。甲记唔得药的时候，夹甲可以等领要去健保卡，吼，无都领要吞领单的，你去社区药局，吼，社区药局伊原来有专门的嗰种电脑吞，原来那个健保局连线，看云端，我看领药的。有超过几多时间冇？迄超过几多的话，你看你要可以还可以补冇，因为伊要申报嘛。咁迄要讲超过几多，还是主要係講到過期的吧，還可以申報，藥局嘅一天大部分都會幫助民眾嘅，係。咁還有，有兩年。嗰嗰種過期過久嘅，一樣咯，重新過一款意思係咪？係。哦。你迄只是過期無法度申報的話，人哋會講，假如麻煩我幾屯醫生講我迄個藥係過期嘅。重新開過單咧。還有另外一種，你講有兩年你嗰金總講我出國，嚇。限量，我出國啦可以限量冇，幾多年嘛，佢難以啟齒，因為嗰個我限量係咪快些啊？吼，其實也都問題一定要提講，你只係有問都有答案咯，嚇。唔錯，唔錯。咁如果講唔係出國，你聽我哋講，我哋都寫本寫謝節書，好。咁100都可能可以量，所以醫生可以到2張嘢、3張嘢，寫謝節書都可以嘅，係。咁呢，有個病人睇到卡本身應該是多咯，誤吃。誤吃體的問題，可能醫師都買個藥嘅。結果你嗰種實在無法度帶醫生，結果一頓我哋咧醫生冇到藥師，仲講嘅吼，生意咧是都買個藥嘅。大部分最後是講冇本生意嚟拿到啦，亦都有講到安全的問題。我做路口一個廚房藥品的地方吼，最好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吼，冇本生意是都。到實在可能佢嚴重嘅話，當然夾到攞送醫院嚟，吼，亂嘅。看今日節目觀眾朋友，我發現到講其實我哋常常會有個家庭嘅常備藥吼，其實有幾多要注意嘅問題。嗰時觀眾朋友嗰種講，我哋唔單止講有三個問題啦，無論講我哋一般來講，我哋即係感冒啦、肚子痛嘅藥嘅地方，唔知佢一天要有乜個問題，來問藥師，無論問我哋醫生。今日我感謝我哋劉秀祥藥師來讓現場分享很多有用嘅知識。嘛感謝主持人同大家。休息一下哦，等聽下啲現場來傾下運動哦。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，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，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，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